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二玲啊。今日咧分享一個好棘手嘅案例，係慈雲山銀鳳街一個單位變成咗真菌公園。講到呢件事咧，就要追溯到2016年啦。苦主張先生嘅一個住宅單位，因為樓上漏水落去佢個單位度咧，導致客廳嘅牆身出現咗裂痕。因為呢個單位咧係出租嘅，租客又冇乜投訴，所以就冇乜為意啦。但係事情又點會咁簡單呢？隨住時間嘅流逝咧，啲毛菌咧就開始越嚟越嚴重啦。去到2021年咧，屋企嘅潮濕嘅氣味咧已經去到芬芳撲鼻，簡直難聞到想嘔啊！呢個情況究竟係咩概念呢？張生嘅屋企咧變成咗一個真菌嘅公園，諗都諗唔到咁樣嘅環境有幾咁恐怖，你又夠唔夠膽住落去？當然張先生唔係食齋噶嘛，佢好早咧就去咗水務署同埋滲水大廈投訴啦，因為張先生上唔到樓上間屋啦，檢測嘅專家都只係可以喺佢間屋度做測試，結果一如所料，檢測報告根本冇辦法清楚指出漏水嘅源頭，間屋變咗真菌公園，根本租唔出去，冇咗租金嘅收入，令到佢嘅經濟咧漸漸出現咗問題，求助無門，焦慮同壓力一下子爆出嚟啦。但係咁樣拖下都拖咗2年，去到2023年，終於出現轉機。張先生透過律師咧就出咗最後嘅通牒啦。因為個情況咧好難用文字去表達，所以律師咧都去咗嗰間屋嗰度咧親自拍片搜集證據。接住落嚟，梗係將呢件纏繞咗咁多年嘅漏水個案擺入法庭啦。同時就出禁制令，禁止樓上嘅業主用水添。通過獲得禁制令，樓上嘅業主終於低頭啦，仲即刻維修添。張先生足足用咗5年嘅時間，先可以將佢個單位由公園變翻一個真係人住嘅地方啊！面對不負責任嘅樓上業主，我哋必須學識利用法律維護自己嘅權利，即使幾咁困難嘅狀況，都可以揾到解決嘅方法。希望呢一個案例對收聽緊嘅你哋都有所啟發。如果你都係面對緊樓上漏水嘅問題呢，樓上嘅業主同樣咁無賴，咁就記得揾我哋傾傾啦。記得最有效解決漏水嘅問題嘅方法咧，就係訴訟結合禁制令。當然唔好唔記得點讚支持、訂閱同埋留言俾我哋漏水急症室啦。拜拜。